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最近嘅你似乎準備要脫離一個曾經好熟悉嘅環境，或者好熟悉嘅舒適圈。呢種感覺有啲興奮，定係又有啲不安，有啲擔心。真係跳咗出去嘅話，我會唔會冇得攞返以前嗰份安靜、寧靜嘅感覺啊？而水晶卡嘅粉蛋白石就想提醒你，你咁樣去跳出呢個舒適圈，其實係為緊你自己去經營屬於你嘅幸福啊！你要明白，你嘅愛正喺度吸引緊一啲值得交往嘅人事物，去嚟到你嘅生活度，去幫助你一齊去經營美好嘅關係。所以可以多啲信任你嘅直覺，正如紫水晶嘅水晶卡所講。跟住你當下嘅直覺嘅引領，你就會明白宇宙所有神奇啱啱好嘅共時安排噶啦。當你發現你願意去經歷，願意去闖，你得返嚟嘅係更加穩定、沉重、穩陣嘅內在智慧，先係你真正靈魂想追求嘅嘢啊！今日可以將一啲粉色、粉紫嘅物件同顏色用喺自己身上面，去提醒心入面嗰份溫暖嘅愛同埋信任直覺嘅自己，為自己帶嚟每一個時刻嘅真正寧靜安穩。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